10年後嘅自己，我期望係一個好優秀嘅一個大人啦，講嘢好流利啊，語言組織都好好，可以好從容咁面對每個人啦。自幼咧，爸爸媽媽佢哋就離咗婚啦，我就跟住媽媽嘅，仲有我哥哥，我哋3個一齊住啦。咁媽媽要去賺錢，所以佢其實長期都唔喺屋企。哥哥同我有年紀差好大，所以我同屋企都好少傾偈。咁我喺學校咧都比較孤僻，好安靜啊，好少同學會去揾我傾偈咯。其實我好想講嘢，我有我自己嘅諗法，我會想同佢哋講，但係我唔敢咯，因為驚我講錯嘢，跟住搞到佢哋唔開心或者係嬲，我驚人哋討厭我，所以我就唔講嘢咯，索性就唔表達自己。2024至25年度獲嘉許嘅超凡學生謝馬仙，細個嘅時候因為家庭嘅轉變變得內向寡言。而小學時期嘅經歷就令佢喺升中嘅時候決心作出改變。有一種諗法就係我想去改變我自己咯，就係試下更加遵從我自己內心嘅想法去做咯，主動咁去揾人哋講嘢。因為我係插班入嚟嗰陣時，係謝馬仙第一個過嚟揾我傾偈。我中一啱啱入嚟嗰陣時，就同佢都唔算特別熟啦。佢平時係冇乜點出聲嘅。自從我同佢一齊做咗科長，傾熟咗之後，佢係同我哋好講得笑嘅，所以我同佢傾偈嗰陣時係可以好放鬆、好自在。馬仙係一位好識得去關懷同學啊，或者係主動去問其他同學有咩需要，主動咁樣去睇下老師亦都有啲咩需要幫手啦。咁佢就會主動去舉手去承擔一啲責任啊，一啲嘅班務啊咁樣樣。係一個咧好盡責嘅科長嚟嘅，因為好多時候咧科長咧唔係淨係同我收功課嘅，因為我哋班啲同學仔咧都比較冇記性啊，咁有時啲測考未必會記得啦，咁好多時候咧都要靠佢幫我去提醒啲同學仔。逐漸融入校園生活嘅同時，馬仙都開始探索自己嘅目標同埋夢想。其實嗰一段時間我好迷茫，我唔知將來要做啲咩啦。咁我喺學業就齋識得死讀書，因為上年學校咧就參加咗個超凡學生個閱讀計劃啦。嗰本超凡學生閱讀嗰本書咧，其實內容裏邊都好多都係涉及一啲夢想啊或者目標啦，嗰度都有啲對佢嘅啟發咯。超凡學生手記2咧，佢可以幫助你點樣踏出第一步咯。講到一個系統性嘅成長啦，依照翻上面所講嘅去做啦，例如先認識翻多啲自己，就去參加多啲唔同嘅活動啊，去揾翻自己嘅興趣，揾翻自己想做啲咩啦。先前參加咗好多活動嘅，例如有升旗啦，或者係司儀，同埋唔同嘅一啲比賽啊，例如寫作之類嘅啦。咁同時我都有參加其他例如朗誦嘅。喺我覺得參加咗咁多活動之後，對我嚟講最有興趣，而且都最中意嘅就係司儀啊、朗誦呢啲講嘢嘅呢啲活動咯。好中意咁樣同一個觀眾去互動啊！咁我都喺從中揾到翻自己目標，就係大個咗之後想從事司儀咁樣一類嘅工作啦。喺嗰個閱讀計劃推行嘅過程裏邊咧，我哋係準備咗好多唔同嘅工作紙俾同學去完成啦。喺檢視同學仔嗰個工作紙嘅時候咧，就發現佢有呢一方面嘅興趣嘅。同其他同事去商量嘅時候，就覺得應該俾啲機會佢嘗試，咁所以就邀請咗佢去做一啲活動嘅司儀啊。當認準咗自己嘅方向，馬仙積極嘗試同埋努力克服個中嘅困難，過程中亦都有老師嘅支持同埋鼓勵。一開始做司儀其實好困難，咁我又經常食螺絲，跟住講嘢就口窒窒啦，跟住好容易講到一半就斷句咗喺一啲好奇怪嘅地方。不過Miss真會陪住我咁不斷咁去練習翻，去準備翻啦。咁最終我上台前雖然好緊張，但係其實都成個活動都好順利咁完咗嘅。咁我都好滿意自己嘅表現啦，好滿足咯。我自己覺得其實可能有時佢都未必係好有嗰個信心去行出嗰一步。咁可能我喺側邊係會俾啲意見佢啊，或者俾啲鼓勵佢，咁就令到佢都會有嗰個勇氣去做咯。有時咧喺走廊行過啦，咁見到佢會喺平台啊，可能同其他老師其實係不斷咁練習緊一啲朗誦啊，或者做司儀嘅一啲嘅活動工作咁樣。
因為其實我哋要啲學生上台去做司儀咧，我哋係會有彩排啦。咁其實佢係好認真去準備啦，同埋佢係即係老師有啲咩意見，佢都係好願意去接受，跟住去改善咯。初期佢係一個冇乜目標、冇乜方向嘅學生，但係佢睇完嗰套書之後，佢慢慢開始清晰自己嗰個路向咯，慢慢向住嗰個目標一步一步咁樣去向前咯。馬仙過去唔敢表達自己內心嘅感受，升中之後決心改變，展現真實嘅自己，主動關心並且幫助身邊嘅同學同老師。面對將來嘅迷茫，馬仙參考超凡學生手記系列書籍內容，並且主動向老師求助，透過積極參與，發現自己對演講嘅熱情，喺師友嘅陪伴下，堅定向夢想進發。盼望藉超凡校園嘉許計劃，發現同埋慶祝校園中每一個展現超凡特質嘅生命故事，邀請大家一齊嚟為生命慶祝。